大家好，我係 MIC 從零開始玩模型第4.1集，為大家介紹嘅係從零開始嘅新系列黑線篇。黑線篇將會分享一啲推刀應用同埋黑線相關嘅技巧，而我哋眼前呢一部 FA 高達7號機就係今集黑線篇第1集嘅主角。而今集將會示範點樣加深黑線，去加強模型原有輪廓嘅表達，新手入門級布線同埋黑線技巧，喺裝甲上邊加 red dots 去提升模型嘅精密度，需要利用到推刀嘅膠板改造法等等，再配合一期一會直播嘅從零開始 4.0 講解過嘅天線銳化技巧、配色心得、遮蓋技巧同埋水貼配搭，從零開始第1集嘅基礎模型技巧，從零開始第2集嘅噴塗技巧，就能夠做到眼前呢一種無論上色、配色同埋細節都比起 RG 更細緻嘅高完成度模型成品。順帶一提，眼前呢一部七仔身上嘅 red dot 紅點係用熒光油去噴嘅，所以照 UV 燈係會發光。咁做唔單止能夠加強細節，做咗呢一啲整色整水之後，成件模型會變得更加有趣。有關於呢一啲加黑線同埋細節嘅小心得，亦都係今集嘅重點內容之一。有興趣越玩越大嘅師兄，呢一集內容絕對會滿足到你。好，而家開始，從零開始玩模型。如果講到模型黑線，我哋會用到嘅就係模型專用嘅推刀，而眼前呢一 set 係韓國生產，由刀匠88人手打造嘅 SAB 推刀，個人覺得係性價比相當高嘅推刀系列，無論鋒利度同埋品質都好符合佢嘅價格，而佢嘅設計同 BMC 嘅概念係好相似，都係俾大家唔使插上刀柄就可以直接用得，刀身嘅長度適中，非常容易操控，好適合我呢一類同時間會用幾個尺寸嘅刀去黑線，唔中意換刀柄嘅模型玩家。再者，柄太長對於新手嚟講會好容易用錯力喺其他嘅地方，新手入門就習慣唔用刀柄嘅話，反而係好事。好，而家睇一睇推刀嘅構造。SAB 推刀刀柄都係刻有刀刃嘅闊度，呢一把係用嚟刻 0.1mm 嘅線，我會用喺加深 HG 模型嘅黑線，而有時 MG 我都會用到呢一個尺寸，因為刀刃闊度係 0.1mm， 所以刻出嚟嘅就係 0.1mm 嘅線。推刀有別於鷹嘴刀同埋筆刀，唔會因為刻得深咗而越刻越闊。如果要刻到由頭到尾嘅闊度一致嘅線，最直接了當嘅做法就係用推刀啦。而呢一條係隨刀附送嘅熱縮管，你可以將佢套喺 SAB 推刀嘅刀柄，用火機彈下，加熱就會收縮，可以用嚟包住刀柄，用落會好揸手一啲。但係我就比較中意直接握住金屬刀柄，用唔用可以自己考慮。除咗 0.1mm 呢一個尺寸之外， 0.15mm 同埋 0.2mm 都係較為常用嘅尺寸。如果要加深 HG 同埋 MG 模型嘅黑線，呢3個尺寸都會用到，而我會喺往後再作解說。而如果要做到自己布線黑線，我哋要用到嘅尺寸就會更加多，例如會用到一啲 0.3mm 或者以上嘅尺寸嘅推刀，喺有線布局之中加啲粗線，甚至乎慳仔，令到黑線嘅布局更加豐富。而我亦都會喺呢條影片裏頭示範。好，而家示範點樣用推刀加深黑線。而我手上呢一粒七仔嘅頭，其實係需要加深黑線嘅良好教材。一嚟佢嘅頭部有好多細節，唔加深黑線直接滲線會唔夠乾淨利落；二嚟有啲位係需要分析，唔加深黑線嘅話，做遮蓋嘅時候又會少咗清晰線條去跟隨。所以我就揀咗頭部去進行呢一個加深黑線嘅示範。而今次用到嘅係呢一把 0.1mm SAB 嘅推刀，我會先加深高達頭上雞冠兩邊嘅黑線。做法其實唔難，而之前我喺從零開始 2.0 都有做過類似嘅示範。首先要注意嘅係揸刀同埋揸零件嘅手勢。如果你慣用手係右手，就用翻右手嚟揸刀，左手揸零件。而右手嘅無名指要頂住左手嘅手指，因為左右手互相咁樣頂住就有咗支點，刻嘅時候就會比較容易控制，較難出界。至於黑線，其實唔太需要用力，只要好似我咁樣，唔使用力嘅。輕輕力喺零件上邊劃過就得噶啦。你要當件零件係你嘅女朋友，要好溫柔咁樣對待，就唔會太大力噶啦。刻線嘅時候，盡量一刀到尾。而當你刻咗2-3下之後，會見到有啲少少嘅膠絲飛出嚟，咁樣係正常嘅。如果刀夠利，飛出嚟嘅膠絲會好完整。刻嘅時候出現毛邊嘅機會亦都較細。而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用 SAB 呢一類高質推刀，就算你好細力咁刻5-6下，都已經會見到好清晰嘅慳線，亦都唔容易出現刻歪同埋出
界嘅情況。所以只要知道方法，加上良好嘅工具，要做到加深黑線，一啲都唔難。就算係新手，亦都會好容易上手。當黑順咗條慳線之後，我會反方向再黑多一兩下，就好似咁樣，睇上去好清晰，冇毛邊，咁就叫做合格。而如果有少少毛邊嘅話，用800至1000毫嘅砂紙輕輕力打磨一下，就可以清除到毛邊。黑完一條線之後，可以加深其他慳線，因為兩條線係相連接。我會用第一條線去做起點去黑，而當你加深咗慳線之後，會發現滲線係另外一回事，會變得非常容易簡單，完成度又高。就算係 HG 模型，加深黑線之後，會去到另一個高完成度嘅新境界，令你欲罷不能，唔會再接受得到冇加深黑線嘅滲線。所以加深黑線絕對係模型製作上嘅不歸路。而如果你睇影片都未能夠理解到加深黑線後嘅模型滲線出嚟嘅分別有幾大，歡迎你可以去到至高模型去睇一睇呢一部高達7號機嘅完成品實物，你就能夠理解得到點解 MIC 會話黑線係一條不歸路。好，第二條線都加深得好恰當，夠 sharp 又冇毛邊，更加冇出界，咁樣就叫做合格。只要有一把0.1mm SAB 嘅推刀，再用3-2分鐘時間就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當然，如果你第一次黑嘅時候可能會慢一啲，又或者會唔覺意出咗界，但係只要你跟我呢個方法慢慢去細力黑，就算出咗界花咗都可以用砂紙輕輕力打磨就可以清走。如果清唔走，可以用從零開始第2集示範嘅方法，用黑色膠水去修補。而如果你用嘅係 SAB 推刀，因為佢係人手打造，刀刃夠利，會比較容易好順咁樣順住條線去走，出界嘅機會其實好低。而刀夠利，唔使黑太多下就完成到一條線，工序嘅時間變相會快好多。再加上唔使另外買刀柄或者換刀柄，對於好似 MIC 呢一種忙碌嘅都市人，用較好嘅刀去換取時間，絕對係適合你哋嘅選擇。至於新手想練習以上示範嘅加深黑線方法，其實可以直接用 HG 去試，而唔係用膠板練習。一嚟，膠板唔係零件，冇輪廓俾你加深；二嚟，呢個技巧要練習嘅係點樣固定零件去黑，而唔係將膠板放喺台面上面去雕。三嚟，零件嘅多邊形係你適應唔同形狀表面黑線嘅最佳練習場。所以新手如果想買推刀試一試入黑線坑，可以順手買一盒有少少愛嘅 HG 去練習一下。試過黑1-2隻之後，技巧已經會純熟好多，再進而去玩布線同埋加黑線，會事半功倍。大家記住我建議嘅呢一個成長方法啦。大家入手咗推刀之後，除咗可以加深模型黑線，大幅提升模型嘅完成度之外，更加可以喺模型嘅裝甲上面因應個人嘅喜好，刻上自己創作嘅慳線，去提升情報量。而為模型加上慳線佈局嘅呢一個動作，稱為布線。至於新手可以點樣嘗試布線，我會稍後再作解說。而家可以先睇一睇眼前呢一部七仔，我已經將需要加深黑線嘅地方全部加深咗一次。只要你跟住 MIC 頭先示範咁樣做，喺應該加深黑線嘅地方用0.1mm 推刀加深咗之後，上色後再滲線，完成度已經會高好多，亦都已經叫做完成咗黑線入門嘅第一階段練習。下一步就可以進行布線練習，主要都係直線橫線為主，右線中有少少粗線配搭。而因為七仔本嚟都好多細節，我所畫嘅線主要係集中喺大腿、手臂、肩胛上方同埋背包尾翼上，因為呢一啲位置比較多空白位，而喺呢一啲位置加咗線之後，成部機嘅情報量平衡改善咗。而你哋喺布線嘅時候，可以注意多啲整體嘅平衡，就唔會出現加多咗線之後太花嘅情況。而咁樣加線上去，唔需要用尺畫得好直，或者要度好尺寸先至畫上去。你可以當係好似畫畫嘅起稿，到正式黑線嘅時候，我哋先會用工具去量度。而家嘅起稿即係俾你去構思一下線嘅佈局，如果畫多咗或者畫錯咗，用擦膠擦咗就得啦。而如果你手上嘅模型膠面太滑，你會發現鉛筆線會好容易俾你掂甩。太執着於一定要見到清晰嘅線嘅話，可以用砂紙打磨一下表面先至畫上去，鉛筆線就會咬得實一啲。但係我好少會理會佢甩唔甩，見到少少就得啦。而有關於新手布線嘅理論，我稍後會再講多一啲。而家我哋可以一齊睇一睇呢一張 Madverse 嘅 Cutting Mat， 上面其實有好多黑線嘅佈局示範，對於新手學布線係一個好好嘅參考。而我喺影片下邊嘅描述都放咗一啲教布線理論嘅參考，因為布線嘅理論內容多到可以開班去教，但係太詳細而又唔可以即食嘅技巧，又有違從零開始嘅一貫作風，所以嗰啲參考資料就留待你哋理解咗呢一集嘅入門技巧之後，自己再慢慢溫習研究。但係如果睇唔明白嘅話，記得可以喺影片下邊留言或者 IG 問我。
好，而家示範簡單嘅黑線入門技巧。我手上邊呢一部冇頭嘅七仔，左手手臂已經根據剛才嘅布線，用0.1同埋0.3mm 嘅推刀刻個線。睇上去情報量已經提升咗唔少，同身軀複雜嘅細節對比，平衡咗唔少。而我哋對比一下頭先布線嘅右手手臂，你會發現有好大嘅唔同。左手嘅手臂睇起嚟會比右手粗壯，同肩胛嘅比例更加協調。有呢一個明顯改善嘅原因，除咗因為用咗右線去刻之外，黑線嘅佈局同埋小改造亦都會有所影響。如果大家睇右臂嘅鉛筆線，你會發現中間嘅直線線距較窄，左臂嘅線距係比較闊。而另一個分別係，我將上臂下邊近關節嘅位置擴闊咗少少，咁樣睇起上嚟會更加清楚。我係切除咗下方45度角嘅位置，所以直線嘅出發點變相會拉闊咗。兩件零件對比之下，黑線之後嗰邊比起未黑嘅好睇好多。好，而家示範一下呢一個簡單黑線改造點樣去做到。首先，我哋可以用普通嘅筆刀，好小心咁樣 cut 走45度角嗰個位置，唔好 cut 到其他嘅部分。cut 完之後，用筆刀刨下條邊，執翻 sharp 啲角位邊位，大約做到咁樣就得啦。之後可以用呢一種貼咗400號砂紙嘅砂紙板打磨一下邊位。呢一款砂紙板好好用，可以喺志高模型嗰度買到。佢有唔同大細，而呢一個大細比較幼，可以打磨呢一類細微位。而打磨中間嘅時候，要小心唔好磨到左右兩邊。喺打磨完邊位之後，可以將打磨板咁樣斜少少入去打磨，令到裝甲內側更加薄，睇上去會更加細緻。大概做到咁樣，你會見到改造之後嘅手臂已經比之前好睇咗。而家要做嘅就係做翻相同嘅黑線，而我哋用到嘅係呢一類 Mapworks 嘅黑線膠帶，仲有0.1mm 同埋0.3mm 嘅推刀。做法好簡單，首先剪一小段黑線膠帶出嚟，因為膠帶比較硬，有時佢黐實咗嘅話係好難拉出嚟，我就會用剪鉗去鉗翻佢頭出嚟。拉咗出嚟之後，用翻普通鉸剪剪就得噶啦。剪咗一小段出嚟之後，將佢貼喺你想黑線嘅位置。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用手指去將膠帶貼上去嘅話，記得拎膠帶嘅時候，淨係掂到膠帶頭少少位置就好啦。因為手指掂得多，中間貼上零件有黏力嘅膠帶底部，會令到膠帶失去黏力。黑線時如果黐唔實，一移位就會黑歪。大概貼到咁樣就得啦。好，而家終於到你哋最期待嘅一刻，喺模型零件上邊刻上新加嘅黑線。其實做法好簡單，新手都一定做到，就係同頭先示範加深黑線嘅做法大同小異。同樣咁樣，順住黑線膠帶，唔使用力，好溫柔咁樣用推刀拖過。揸刀、固定零件同埋用無名指頂住左手手指嘅秘訣都一樣，當零件係你女朋友咁樣溫柔對待，呵護備至。俾黑線膠帶帶住你把推刀去走，輕輕2-3下就會見到有條好淺嘅慳線刻咗出嚟。喺呢個時候可以撕咗膠帶俾大家睇下，黑線已經清晰可見，但係睇上去比較淺，可以補多1-2刀。因為黑線已經成型，所以唔使膠帶綁住，直接補刀就得啦。刻到咁樣又直又 sharp 就叫做合格。好，由於影片節奏嘅關係，我已經刻好埋另外一邊，而家會示範點樣刻中間嘅橫線同埋粗線，即係要刻到好似呢一件零件咁樣。首先，我哋可以用翻頭先嗰張黑線膠帶，今次我哋係打橫貼，而我今次亦都唔照起稿線咁樣貼，而係用零件下邊嘅線作為平行線咁去貼，即係咁樣拍住條邊咁去貼。因為呢條黑線膠帶嘅闊度係4mm，所以如果喺上面刻橫線嘅話，佢同下邊邊位嘅距離就會係4mm。而呢一個方法係黑線入門嘅基本方法，利用唔同闊度嘅黑線膠帶量度出同零件上邊邊位嘅平行線嚟進行工整嘅黑線。有唔同尺寸嘅黑線膠帶進行量度嘅輔助，就算唔使用量度工具，都可以做到簡單佈局嘅黑線，非常適合新手去嘗試。出錯嘅機會又少，只要喺落刀之前睇多2-3次，確定冇貼歪，先至輕力落刀。其實想出錯都好難嘅。好。當刻好咗0.1mm嘅橫線之後，就可以刻左右邊嗰2條粗線。會用到0.3mm嘅推刀，
頭先刻完0.1線之後，我冇撕走條膠帶，可以直接再喺上面刻0.3嘅線去做出粗線嘅線段。而我之前刻嘅粗線長度係2mm，我只要用尺去量度，再喺2mm位置做記號，再照住刻就得啦。但係當然呢一個做法係適合唔想一次過課金太多工具嘅新手用。而稍後我會示範多啲令到刻線更加精準嘅工具嘅應用。未有足夠覺悟之前，可以先用 MIC 呢一種土炮方法先，之後就以記號去做起點，用0.3mm 輕輕咁樣刻。唔好唔記得之前提過嘅秘訣，直接用零件去練習，俾自己嘅身體去適應喺細嘅零件上面刻線，你嘅成長就會好快。一盒細 HG 嘅價錢其實都係1幾十，用作為練習嘅成本其實好抵，大概刻到咁樣就差唔多啦。可以撕走條膠帶睇下，兩段粗線段都好清晰好 sharp。喺呢個時候，我哋可以用砂紙板順住成個平面打磨一下，目的係要磨走毛邊同埋檢查一下黑線。如果刻得唔好嘅話，你會見到粗線角位會唔夠 sharp。好似咁樣線條冇問題就叫做合格。如果嫌粗線角位唔夠 sharp， 用推刀喺角位收一收，再用0.1mm 嘅推刀行多一次右線，確保同粗線連貫，咁樣就搞掂啦。只要用相同尺寸嘅膠帶，再喺落刀之前量度清楚，要複製相同嘅黑線，其實唔難，新手都一定可以做得到。頭先示範用黑線膠帶去輔助黑線嘅方法，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大部分直線佈局嘅黑線。但係我哋玩模型係需要學會變通，如果客觀環境稍有改變，仍然墨守成規，就會局限咗大家嘅發揮。而家我會用呢一個七仔嘅頭去示範一下點樣喺一啲好難貼黑線膠帶嘅情況之下，都能夠加到直線嘅黑線。大家可以睇下七仔嘅左邊面，我加咗一條垂直嘅黑線去加強細節，而我會用右邊嘅面去做示範，會用到呢一款普通嘅筆刀。首先喺上黑線嘅地方輕輕力握一刀，好輕力就得噶啦，唔需要切得好深，因為呢一條刀痕係一陣用推刀加深嘅軌道，鏡頭未必影得清楚，肉眼可以見到有一條好幼嘅刀痕。之後用0.1mm 嘅推刀順住刀痕去刻，手法同之前示範嘅一樣，輕輕咁樣刻4-5下，已經刻出一條好清晰嘅黑線。好，而家用同樣嘅方法喺下邊扼多一條連貫嘅刀痕，再用0.1mm 嘅推刀去刻，就完成咗第二段嘅黑線。之後用筆刀扼出第3條線，再用0.1mm 推刀去加深。如果大家想喺一啲比較難貼黑線膠帶嘅位置加一啲短黑線嘅話，可以參考呢一個方法，因為筆刀嘅刀刃係直嘅，扼出嚟嘅刀痕都一定係直。如果做呢一類短黑線，非常方便實用，有機會大家都可以試下。好，大家連續睇咗幾個黑線示範，而家就睇下七仔轉一陣，當係放一個 break， 消化一下頭先學到嘅技巧。而 MIC 就趁呢一個空檔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揾參考資料嘅途徑。你哋除咗可以睇影片描述嘅參考之外，喺 Twitter 嗰度睇多啲高手嘅作例，都係一種唔錯嘅學習。而最直接了當嘅方法，其實係喺 Google 嗰度直接 search。例如你想試一試，幫你手上邊嘅 HG RX78 布線，直接喺 Google 嗰度打 RX78 Printed。你會揾到好多 RX78 上色嘅作例，當中亦有唔少係上色上得好好，甚至加咗黑線同埋改造。對於新手嚟講，其實係相當好嘅學習同埋參考。正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個中意義當然唔係叫你偷，而係睇得多高手嘅作例，試下照住一啲你覺得可以駕馭到嘅佈局去刻，可能比起你慢慢理解布線理論嚟得更加快捷。而 MIC 當年學習布線，其實都冇跟過任何師傅學習。亦都唔係從布線理論開始去學，而係睇大量其他人嘅作例，從中學習，將一啲自己中意嘅做法同埋技巧收為己用，少顧慮，多實踐，試一次衰咗，下一次就會成功。就以七仔嘅簡單布線為例，都係多年玩模型嘅經驗累積，唔需要太多思考，自然而然就會做到嘅佈局。當然，我係調教過難易度，示範一啲以新手入門嘅手工都能夠輕鬆處理嘅作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嘗試。又例如七仔身上邊加紅點膠粒嘅佈局，其實都係自然而然內化咗嘅佈局設計。
唔需要揾同一部機體照住去做，而肩甲同埋腰甲加紅色膠條嘅改造，亦都係過往曾經睇過嘅類似嘅做法。做七仔嘅時候覺得好睇就用咗，但係當然啦，如果你係照其他人嘅設計去做嘅時候，唔好將人哋嘅設計全部照搬去俾自己用，再同其他人講係自己嘅設計，記得要尊重翻原作者啊！大致上就係咁樣。好，而家示範一下推刀配合膠板嘅改造。呢一件係七仔嘅肩甲零件，已經加深咗黑線，肩甲上方都追加咗新黑線，但係肩甲嘅比例，我個人覺得有啲奇怪，下面呢個位凹咗入去，睇上去唔係咁好睇，所以我就想喺呢一度加翻膠板，改變佢嘅造型。而右肩我已經改好咗啦，加咗兩塊0.5mm 嘅膠板，遮住咗呢一個凹位，填補咗視覺上嘅缺陷。而呢一個加膠板嘅方法，其實係因應呢一個肩甲外形去做改造，所以你哋可以當係單一個案去參考，唔好每一部高達都用呢一種方法去進行僭建啦。好，而家我哋一齊睇一睇呢一件零件，喺呢一個我想放膠板嘅位置，大約係1.5mm。我想喺呢一個位置開一個可以攝到膠板嘅位，而我會用細過1.5mm，即是1mm嘅推刀去開坑。做法好簡單，只要喺需要開坑嘅位置，慢慢咁樣刻，直至刻穿為止。點解用1mm嘅推刀？係因為我想開一條闊1mm嘅坑，去放兩塊0.5mm嘅膠板入去。當你做呢一個工序嘅時候，會有一種只要有恒心，鐵杵磨成針嘅感覺。做嘅時候可以放空自己，諗下今晚食乜餸，又或者開 YouTube 聽下 Gura 唱歌，再唔係就聽下 NYC 講下機體設定，令到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過得更加充實，時間會好快就過。好，開到咁樣，算係完成咗第一個階段。再開到咁樣，就叫做差唔多啦。而家可以用筆刀將就快穿嘅膠切除佢，咁就叫做成功開咗個1mm嘅夾口。之後用薄身嘅蝕刻片打磨板貼上400號砂紙打磨一下，入口打磨乾淨，就可以試一試放膠板入去。呢一塊係我預先裁好咗嘅膠板，放入去試一試啱唔啱位，非常啱位，又見唔到打磨或者開坑嘅痕跡。咁樣就叫做合格嘅改造。都上好色之後，再放翻入去，用少少氯鈣膠水黐實就可以啦。至於呢一塊膠板係點樣整嘅呢？其實係用呢一款有格仔嘅膠板去做。首先，你可以用一啲冇用嘅膠板放入去預計一下個大細，之後喺膠板上邊畫出預計嘅形狀。做好咗第一個 sample， 放入去啱位之後，就可以根據 sample 去數格仔。將膠板形狀複製出嚟，畫好咗形狀之後，可以用筆刀去 cut， 又或者直接用74123去剪出嚟，再用砂紙板打磨一下邊位，最後將打磨好嘅膠板用氯鈣黐好，就完成咗呢一個外掛配件啦。而我會喺往後嘅影片示範多啲膠板改造嘅技巧，有興趣嘅師兄記得留意收睇啦。好，而家示範一下點樣喺零件上邊開坑仔，同埋加上 red dot 紅點，去提升模型嘅精細度。眼前呢一個七仔嘅胸甲，駕駛艙上邊加咗坑仔，同埋貼咗紅點上去。因為紅點未上色，所以見到係一粒白色嘅嘢。如果將坑仔滲線之後，再貼上紅點，出嚟嘅效果就會係咁樣。而呢一種改造，其實喺 Twitter 嗰度成日都會見到，日本嘅模型高手會經常都會用呢一種改造法去提升模型嘅情報量。而家 NYC 會示範一下點樣用兩把推刀就可以簡單做到呢一個效果。今次我唔會用零件去示範俾大家睇，因為用膠板示範會影得清楚啲。用到嘅係2mm嘅推刀同埋0.5mm嘅推刀，去開一個長2mm、闊0.5mm嘅坑仔。首先用2mm嘅推刀喺你想開坑仔嘅位置輕輕力壓一下，之後再喺另外一邊壓一下，將中間嘅膠挑出嚟，好似咁樣，做出一個凹入去嘅 V 型坑。之後用0.5mm嘅推刀沿住 V 型坑輕力咁樣去刻，目的係要將 V 型刻成為底部平整嘅長方形坑，刻大約4至5下，轉一轉件零件，再刻4、5下。
因為示範嘅範圍太細啦，所以好難影得清楚。但係大家要注意嘅係，刻嘅時候要確保4隻角都夠 sharp， 同埋唔好太大力。如果刻太深，加膠粒會唔好睇。大概做到咁樣，坑底夠晒平滑，4角清晰可見，就叫做合格。建議大家呢一個開坑仔方法，可以用膠板試一試，拿捏到力度嘅輕重之後，先至用喺真零件上邊。而家再示範一下點樣加膠粒。其實大家可以直接買呢一種0.5mm 乘0.5mm嘅膠條去 cut 嘅時候，可以隨心去 cut 一小段，又或者用尺去量度。例如坑位係長2mm，cut 一粒1mm嘅放入去就會好睇，因為前後預咗空位，視覺上會見到一粒一突，簡直就係天作之合。而如果要做到呢一類細微嘅裝嵌，就需要高精度嘅鉗仔去輔助。如果你哋屋企冇嘅話，可以買喵像呢一款，至高模型都有得賣。將膠粒放好咗喺坑仔入邊，睇一睇啱唔啱位，睇下夠唔夠一粒一突，好似咁樣有粒有突就叫做合格。而如果你想喺上灰之前固定到粒膠粒，可以用白膠漿去做可逆轉嘅暫時固定。首先滴一滴白膠漿喺箭上邊，再用膠粒底部揩少少，喺乾之前放入去坑仔入邊。就算乾咗，上色之前都可以好輕鬆咁樣掹翻出嚟。上好色之後再貼翻上去。至於 NYC 呢一部七仔身上邊嘅紅點膠粒，絕大部分都係用0.6甚至0.7mm 嘅推刀去開坑放上去，膠粒就用0.5mm乘0.5mm。點解開坑要預闊一啲？係因為我喺上色之後先至貼上去，而貼膠粒係用透明琺瑯油去貼，而唔係用白膠漿。如果想踩深一啲，睇下呢一方面嘅進階示範，歡迎你加入成為 NYC 頻道會員。喺會員專區睇從零開始4.1嘅影片花絮，了解更多。但係如果你只係想知道簡單嘅做法，其實可以用鉗仔將膠粒放喺坑入邊，再用6個膠水黐好。所以照用0.5mm嘅推刀開坑係冇問題嘅。而噴好主色之後，再用筆塗上紅色就可以啦。大致上就係咁樣。好，眼前呢一步就係全機加深黑線、追加新黑線，同埋加入咗紅點膠粒嘅七仔。你會見到所有嘅坑線加深咗之後，就算未上色滲線，齋上灰之後，坑線都已經非常清晰，咁代表咗上色之後嘅完成度會好高。但係如果你喺上灰之後見到加深嘅黑線，又或者追加嘅黑線有瑕疵，記得要收一收之後上灰再去檢查，直至冇明顯瑕疵，先至可以照正常程序去噴油上色啊。而大家見到嘅七仔嘅右肩有個位係見到藍色嘅，係因為之前用白膠漿貼嘅膠條甩咗出嚟。而我喺呢一度再提多大家一句，我用白膠漿貼膠條同埋膠粒上去再噴灰，除咗係可以用嚟試位之外，主要嘅目的係為咗拍片效果。正常我自己做模型嘅時候係唔會咁樣多此一舉嘅，正常係會直接用6個膠水黐好，又或者上好色之後再用琺瑯油將膠粒黐上去。用白膠漿黐咗膠粒上灰之後，又再拆出嚟，其實係冇必要嘅。至於加深黑線方面，你哋會見到 NYC 將呢一部七仔可以加深嘅地方都加深咗。如果你用嚟練習嘅 HG 同我而家呢一部一樣多細節嘅話，做完一次全機加深黑線之後，包保你新手都變老手。而呢部七仔10月會再版，有興趣練習嘅師兄記得到時留意住啦。至於背包尾翼嘅黑線構圖比較複雜一啲，我係一次過貼好幾條膠帶上去黑。下一條關於天王七嘅黑線片，我會示範多啲呢一類型嘅黑線方法。但係睇完今次條七仔片之後，你哋應該都可以自己試到。至於背包噴口，我用咗金屬改件噴口嚟提升模型嘅精密度，變相又可以搞少1-2粒零件。至於腰後邊嘅尾翼，我係用 MG 卡板2set嘅膝頭零件去做，目的係為咗加大尾翼外形，同埋遮住本嚟嘅偷膠位。光束步槍做咗少量嘅改造，加咗膠板喺前面，令到睇上去更加順眼。腰部前方嘅下面，我打磨走咗原本嘅噴口，會用高精密度嘅改件去代替。總括嚟講，七仔製作上花得最多時間嘅係全機加深黑線，其次就係開咗幾十個坑仔去放膠粒。追加新黑線其實過程好快，而因為要着重整體嘅平衡，本嚟七仔已經好多細節，夾硬去加大量嘅黑線反而唔好睇。你哋製作模型嘅時候，亦都要注意呢一點，整體嘅平衡比起加好多黑線更加重要。而另一樣應該注意嘅係，由新手階段就要培養嘅態度，就係對於完成度嘅追求。做一件乾淨利落嘅作品，往往比起你技術上未做到，但係夾硬去做，搞到好多瑕疵俾人睇到嘅作品嚟得更有意義。
舉個例子，當你做一件模型嘅時候，你加咗好多複雜嘅黑線上去，但係黑線佈局同本來機體原有嘅細節唔協調，因為技術不足，有好多地方出界有瑕疵，睇上去令到人覺得唔順眼。貼水貼又冇花心思去佈局，冇考慮到水貼同埋布線構圖嘅協調，因為懶惰冇將機體原有嘅慳線加深，令到滲線一塌糊塗。與其做到咁樣，倒不如以簡單黑線佈局同埋全機加深黑線，去發揮機體嘅原有魅力，以高完成度作品去示人，嚟得更加有意義。各位新手記得 MIC 呢一段肺腑之言啦。而有關於上色後嘅七仔展示、配色分享、水貼佈局同埋其他製作心得分享，可以睇翻從零開始 4.0 去了解更多。大致上就係咁樣。好，有關於從零開始 4.1 黑線篇嘅模型技巧分享就到呢一度為止。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今次分享嘅技巧，同埋眼前呢一部七仔呢？而呢一部七仔，與其話係黑線入門嘅示範，將佢形容為簡單黑線佈局，加深黑線，加紅點膠粒，加膠板改外形，用殺肉零件做改造，加食黑片，加金屬改件，再配合水貼精密佈局嘅高平衡度、高完成度作例，會更加貼切。而所用到嘅技巧，其實都可以喺從零開始系列裏頭學得到，新手都一樣可以做得到。如果未做到，其實唔係唔知方法，亦都唔係能力不足，而係經驗值未累積足夠，練習不足。而如果喺重溫幾次從零開始成個系列之後，仍然都未做到嘅話，歡迎你記低自己嘅問題喺影片下邊留言，或者喺 IG 問我幫得到嘅一定幫。至於新手睇完呢條影片，想入坑推刀試一試黑線嘅話，SAB 推刀係一個唔錯嘅選擇。除咗 SAB 嘅性價比高之外，以一步到位級別嘅推刀系列嚟講，佢嘅定價算好合理。另外，唔需要額外買刀柄就可以用到，刀刃夠利，令到作業更加有效率。刀柄好揸手，容易操控，所以如果你有足夠嘅覺悟入坑，SAB 絕對係上佳之選。正如獨孤求敗、弱冠之前都係用上好兵器，到你累積足夠經驗之後，草木築石，君可為劍，摘葉飛花，皆可傷人嘅時候，就用乜嘢推刀都可以有如行雲流水啦。好似眼前呢一類高精密度嘅模型作品，到你買咗推刀之後，要做到其實一啲都唔難，難係難在於有冇朋友同你哋一齊入坑，一齊越玩越大，越踩越深。須知道玩模型係一門興趣。興趣係需要同人分享先至有趣，而如果你覺得 MIC 嘅影片能夠燃點起你心中嘅模型之火，歡迎你加入成為 MIC Hobby 嘅會員師兄弟。除咗可以每星期睇 MIC 一期一會直播之外，仲可以加入會員限定 TG Group， 認識幾百位會員師兄弟，傾下模型心得，分享下自己嘅作品，同埋得到最新嘅模型資訊。而加入咗會員之後，喺關係商戶買模型同埋工具會有折，仲會不定期提供一啲訂購模型工具途徑。而如果你睇完從零開始嘅示範之後，覺得唔夠喉，想學習更加多嘅模型技巧，又可以同其他師兄弟一齊參加由 Mansur 同埋 Cancer 不定期舉辦嘅會員限定模型改造班同埋黑線班，絕對適合想入坑更深，但係冇成長同埋購物方向嘅師兄。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撳影片下邊嘅加入掣，睇一睇加入詳情。最後想講一講呢一部七仔 MIC 點解會用呢一部七仔去拍從零開始黑線篇，最大嘅原因係有一班資深嘅會員師兄弟發起咗一個高達七子活動，由7位參與者每人揀一部高達去砌，分別係高達 RX 78系列嘅1至7號機，而 MIC 有幸被安排去砌呢一部7號機。而呢7部高達分別係由 Samson 所做，將 HGUC191 改造外形同埋重新配色嘅高達1號機試作型高達；由第二次玩黑線嘅 Carwing 所做，將191重新布線同埋間色噴塗嘅高達2號機；由 Jason 所做，用191重新布線全筆塗製作嘅高達3號機 G3；由神田所做，用水性油噴塗同埋珐琅油保色嘅高達4號機；由 FPP 所做，重新布線同埋噴上陰影嘅高達5號機；由 Tim Sir 所做，噴上宇宙迷彩同埋碳纖維塗裝嘅6號機，同埋由我所做嘅 FA 高達7號機。而呢7部高達會喺10月1號之後全部放上至高，有興趣嘅師兄可以上去睇一睇實物。而影片下邊亦都有佢哋嘅 IG 同埋 channel 連結，你哋可以順便睇一睇佢哋嘅其他作品，同埋訂閱佢哋，
喺呢一度，多謝你哋邀請我參加呢一個活動，俾我有從睇從零開始嘅機會。另外，亦都要多謝志高老闆贊助我嘅 SAB 推刀去拍呢一條七仔嘅黑線片。希望你將來可以揾多啲好似 SAB 呢一類性價比高嘅模型工具，等我哋呢一班模型友有更加多好工具用，一齊越玩越大，越踩越深。而今集從零開始 4.1 其實係從零開始黑線片嘅開端，而 4.2 將會示範更加多黑線相關嘅技巧，包括之字形嘅黑線示範、針規嘅應用，同埋其他課金工具嘅應用等等。而我更加邀請咗資深會員兼師範杯第一季得獎者 HY 井 Sir 去做片入邊嘅部分示範。有興趣學更加多黑線技巧嘅師兄，到時記得收睇啦。最後記得讚好呢段影片，訂閱我嘅頻道，撳埋提示鐘仔，同埋分享俾想試黑線但係又無從入手嘅朋友啊！下次見。